大家好，又到小白姐姐講故事嘅時間啦！喺故事開始之前，提提大家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啊！小白姐姐講故事，今日我哋要分享嘅呢本圖書名字叫《南瓜湯的秘密》。喺森林嘅深處住咗5隻貔頭兔兄弟姊妹。佢哋經營住一家貔頭兔餐廳。5點鐘啦，早上。自從餐廳開業之後，貔頭兔佢哋就更加忙碌啦。6點鐘，佢哋推住小推車去菜園。今日要摘啲乜嘢蔬果呢？睇睇先，有紅豆、番茄、薄荷同埋南瓜啊！到咗7點鐘，佢哋搬住啲新摘嘅蔬菜去到小溪旁邊。貔頭兔好攰啊，攰到氣喘喘咁。佢哋喺小溪旁邊洗一洗飽滿嘅紅豆，搓一搓清香嘅薄荷，摘掉番茄嘅小拇指。南瓜都洗得閃閃發亮啊！9點鐘，要穿上圍裙啦，洗一洗手，開始整餸啦。10點鐘啦，首先我哋要整玫瑰豆沙餡餅。將啲紅豆煮軟咗之後，將玫瑰醬同埋紅豆一齊搓成泥，拌入啲紅糖，好甜啊！然後搓搓麵糊，將啲餡包入去。不過包啲餡入去有啲難啊，加油啊！之後用平底鍋煎熟佢哋，好香啊！然後就到甜酸話梅小番茄，先將小番茄去皮，切好檸檬片。用刀嘅時候要小心哦。冰糖、話梅一齊煮，冰糖溶咗之後，等話梅糖水變凍咗，然後放入一片片嘅檸檬片同埋小番茄，再撒上薄荷拌一拌，加少少冰塊就更加清爽啦。11點啦，我哋要整珊瑚桃南瓜湯。將切好嘅南瓜蒸熟，喺鍋入面放一大塊牛油，同南瓜泥一齊炒，炒成金黃色。將南瓜泥放入滾水入面煮一煮，加入牛奶攪下佢，加入珊瑚桃碎，再攪一攪，最後放上一大匙羹嘅淡忌廉。哇！南瓜湯嘅香氣飄啊飄啊，飄啊飄啊！到咗12點啦，一隻小刺蝟聞到呢陣香味，嚟到貔頭兔餐廳前面啊！佢問：哇，請問你哋做緊乜嘢好食㗎？好香啊！貔頭兔姐姐就話：我今日煮緊南瓜湯啊！今日嘅南瓜好甜啊，快啲嚟試試啊！仲有玫瑰豆沙餡餅，哇，好豐富啊！小刺蝟飲咗一口濃郁嘅南瓜湯，碎碎嘅珊瑚桃增加咗南瓜湯嘅口感同埋香味。哇！飲完之後個肚啊暖暖噶。太好味啦！南瓜湯嘅香氣繼續飄啊飄，飄啊飄。砰的一聲，弊啦！南瓜湯嘅香氣引嚟咗一隻灰狼，佢一腳踢開咗餐廳嘅門啊！大家見到灰狼都好驚訝，亦都有啲驚啊！貔頭兔姐姐就話：唔好意思啊，呢度係素食餐廳，冇肉嘅。
大灰狼笑住咁露出佢嘅尖牙，佢話：哈哈哈，唔通我唔可以食素嘅咩？佢心裏面一路諗，食啲素菜，然之後再食你哋啲兔仔，你哋啲兔仔係正餐嚟嘅。之後就用刺蝟嘅刺嚟挑牙。大灰狼即刻坐低喺台度，然後催住皮頭兔上菜俾佢啊！快啲攞啲食物嚟，快啲快啲！皮頭兔佢哋即刻入咗去廚房啊！佢哋都好驚啊！入去廚房諗諗對策先。小刺蝟有一個好主意啊！佢請四弟拎一啲辣椒出嚟啊！用辣椒一定可以趕走佢。佢哋將啲辣椒加入南瓜湯入面，南瓜湯變得紅紅通通。然後佢哋拎過去俾大灰狼啊！大灰狼唔知道啲南瓜湯係辣噶，然後佢大啖大啖咁咕嚕咕嚕飲咗啲南瓜湯啊！下一秒鐘，哇，好辣啊！啲濃湯入咗大灰狼個肚之後，佢就大聲慘叫一聲啊！直頭好似喺個口度噴出大火焰咁。哇！救命啊！啊！佢嘅喉嚨同個肚都好似就快要燒着咗咁啦，真係救命啊！大灰狼即刻衝咗出去啊！之後皮頭兔就打包咗啲餡餅送咗俾小刺蝟啦，仲做咗好多辣椒料理啊，有麻辣餡餅啦、辣味布甸、檸檬辣椒汁，仲有爆辣咖喱啊！哇，應該都好似幾好食咁。不過唔知道大灰狼會唔會返嚟搞亂佢哋噶？睇嚟今日嘅餐廳要提早關門啦。小朋友，故事就講到呢度啦。如果你哋都鍾意我哋嘅故事，請你喺下面畀個 like 我哋啊，同埋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啊。小白姐姐講故事，我哋下一次再見啦，拜拜。